昨帮山的家人调紧公园的路口是无设山壁的监测系统，公路局是表示讲，这个地区算是地质，佮算真稳定的路段，可能是因为最近一直落雨，进前又搁一直在电动，才会崩山。贵人调紧公园路段，最早发生崩山的意外，因为当地并无装路桥固定系统。公路总局讲，因为这是稳定路段，并无达到60公尺宽的装饰条件。因为它这个坡度不高，它只有30公尺。60公尺，我们通常像我们公路局大概用在那种比较高的边坡，像比如说它从上面掉下来，那可能要有3到5秒的反应时间。公路总局也强调，目前省道有16个所在有装路桥固定，大部分拢伫咧苏花甲大八线。这边第2线调紧公园路段发生崩山意外，亦搁在进行整治评估。因为最近台湾各地落雨真明显，佮加上进行连线地动，属于盆地地形的台北市，瓦路边的边坡架仔顶头，拢有采被动式的防雨网，防止石头落来，并且透过钢筋控制力土定型框架自动固定，2种方法要让边坡更加稳定。譬如说，我们有小规模的落石或者有一些缝隙的时候，我们就会请专业技师来评估，评估当这个地方的地质。那如果需要做工程整治，我们就来进行工程整治。边坡整治工程评估石头的寸尺、弹跳的路径，来决定防雨网的悬度甲强度。台北市在地处也针对重点关心的地点来进行自动化即时监控。搭配仪器每5分钟自动回传资料，若是有异常就当即时应用。那当它仪器发生异常的通知警讯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去确认仪器本身还是人为造成的异常。如果确实是因为我们量测到的一些变位跟变形所产生的这些警报的话，那我们第一个会先确认需不需要先做紧急的疏散。大地处常态边坡巡勘的作业，并都是依照管理等级分做1个月1遍、1季1遍、1年2遍这种方法。若是发生风台或者是地动等特殊的情形，会启动机动巡视，24点钟内完成关注地点的巡查。记者综合报道。